咱再来看去年的8月，行政诉讼法引进调解的机制，最近有一个建商，和北区的国税局罚超过1300万，伊正不满嘛提出告诉，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，法官是透过这新制度来安排调解，建议讲减少罚款，罚1/4左右就好哦。双方拢已经同意，将调解已经成立了。 几种建筑的外观设计简单，但是真有气质。伫都会区的巷仔内起厝的这个建商所，互国税局控诉讲，含人做伙市地投资来得利，无照实申报所得税，要求伊补纳900多万，搁罚伊400多万。但是建商不满，互扣税搁互罚，提起行政诉讼。 建商代表含税务人员是握手讲好来结案。原来这案件官司已经拍真侪档，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，受辩法官张国芬出手，利用去年上路的调解机制，互双方各退一步，达成共识，变成全台湾第一件行政诉讼上诉事件调解成立的案件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一定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。那原告觉得他自己是很委屈的，税监稽征机关的立场，他根本就是依法行政看待这件事情。 当时我就提了一个建议的调解方案，降低开罚倍数的这样的空间。会当成功调解，法官是对钱来落手，甲原本的罚金裁罚的0.5倍，建议落调到0.275倍。若互建商省200多万，国税局嘛会当摕到税款债费用。但是凊彩调降裁罚的基准，敢有违反规定？法定裁罚倍数是3倍以下。我们的裁备表有使用须知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另外裁量的依据。还有我们的纳保法的16条的第3项，针对个案情节，都可以做一个酌予减轻的考量。北区的国税局回应讲，照官方的裁罚基准，这种案件的处罚大多数拢是处0.5倍，但是裁量权刑事空间，考虑到这个案件是有特殊性，会当适当放宽，只要伫3倍以下，拢伫合规的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